今日同大家去睇九龍塘校網最受歡迎嘅屋苑之一筆架山1號。今日睇嘅係5座高層 A 室，單位實用面積1008尺，係一個套3房單位，有工人套房。單位門口向南，入門口玄關位可以擺鞋櫃，前行就超過300尺嘅長方形直廳啦。廳向北，外邊有個小露台，露台望到嘅係翠綠嘅山景。廳嘅左手邊有2間睡房，呢間係主人套房，房間面積125尺，同樣係望山景。旁邊嘅細睡房同樣望山景。廳嘅另一邊呢間房做咗書房，房間多咗個衣櫃位，所以大啲，70尺。飯廳旁邊有個展示櫃，再入就係廚房啦。廚房間隔有啲斜角位，不過都做到3邊有櫥櫃，裏邊仲有工人房添。我有咁好介紹，你睇樓記得要揾我，我係九龍豪宅胡千章，我電話9025690266666，好啦，各位睇樓見啦。